這條航線每週的禮拜2、禮拜5的早上8點、下午2點，分別由台南的安平跟澎湖的馬公互相的這個開航。每年的6月到8月，也配合澎湖的花火節跟台南的將軍侯等節日互相開航。那我想這樣的一個交通船可以促進兩地的這個觀光的發展。這條安平馬公航線，其實在歷史上是很早有淵源的。台南的熱蘭遮城其實就是從澎湖的公歸尾城堡搬過來的所以很早這條航線其實就存在了。那今天很高興可以再連接這雙方的鄉親跟朋友，讓澎湖跟台南府城有更多的交流。南部的人要到嘉義的話，這個路程就是一個問題，時間上比較不好安排。尤其在高雄、屏東的話，這一些的人跟旅客的話，會更好的一種選擇啦。機票很難訂都訂不到的時候，那這個樣子的話，確實是解決了一個大問題啊。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今年暑假是台南邁向海洋觀光城市的重要的時間點。安平馬公航線結合了國際旅客推薦台灣必遊之地，台南、安平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海島旅遊地澎湖，串聯了2個城市之間，展開了國際跳島旅遊的觀光優勢。台南還有從將軍漁港出發前往澎湖南方4島以及鎖港的航班，這些呢都是台南特有的海上觀光路線。海上航線的開啟，那不僅是我們交通上的便捷，更有觀光的旅遊模式。那未來大家可以先來台南漫遊景點，品嘗特色小吃，吃好吃，再去搭船去澎湖享受離島的風情。這個不僅是台南的人文風情，還能夠輕鬆享受到離島的美景，一次滿足城市跟海洋的雙重體驗。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8月6號禮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議員陳怡婷發起中秋公益送文旦活動，6號在議會舉辦記者會，邀請企業、社團以及貴賓共同宣傳，號召社會大眾做伙加入關懷弱勢行列。幼見愛心公益行動舉辦邁入第6檔，活動發起人青果西施嚴佳瑩今年攜手議員陳怡婷共同獻內，6號在台南市議會舉辦記者會，邀請企業、社團以及善心人士共同響應。這一份愛心我想是結合我們要照顧農民而且關懷弱勢朋友，所以是我們透過這樣的一份愛心其實是讓給大家加倍的溫暖哦。那所以我們今年一樣這個文旦禮盒裡面呢除了有美味的文旦以外，我們台南在地產的美味文旦以外，還有我們這個 Panomaki 的餅乾哦，這樣結合一盒是700塊，那只要你買1盒，我們就幫你捐1盒給我們的弱勢的朋友。那總共我們的目標是1000盒哦。那我想也要很感謝我們發起這個活動的這個發起人，我們的百業國際交流學會，我們的創會會長我們的嚴佳瑩JoJo也謝謝他的發起。今年幼見愛心公益行動，更結合了知名烹店，一同將台南由捷龍山甲中秋祝福送到弱勢家庭。在去年非常感謝我們的馬可先生特別說，JoJo姐，你的買1盒那個文旦怎麼辦？我說他就真的也是一起做公益活動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文旦真的是量縮了所以非常感謝馬可先生說，那另外一半他來處理，所以那時候是用馬可先生的餅乾那今年呢，就那個我們的 Panomaki 我們的王董呢他就說，去年你是馬可先生，今年我來響應這樣的活動所以呢，我們在這一次的活動就是有我們的文旦一半，然後有一半呢是我們的日本的 Panomaki 的餅乾原裝進口進來的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呢會享用到的是我們的文旦以及 Panomaki 的餅乾這次參與響應的單位包含百業國際交流學會、富美紙器、國際賽主會300億灣區、友聯、中山、延平、如意、
正定城中頂獅子會以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大台南分會等，共同凝固文旦的送暖。但一定也呼籲國人大眾踴躍響應，你要一壓，用着各管一壓，以實際行動支持在地農民，和更多弱勢家庭共享中秋團圓的溫暖。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父親節特別來到各飯店、豬店業者紛紛出招搶送禮商機。台南精英酒店今年打破傳統雞卵糕造型，推出創意豬點，以手作老師主打菜園花蕊甲菜園花，每一件作品不但是豬點，更是一件會當欣賞的藝術品。這出麵條閣放上馬片兩丁配料，看起來就親像一碗燒燙燙的日本湯麵。其實這是一款雞卵糕。台南精英酒店迎接父親節，以付出甲滿足為創作理念，推出創意豬點。對於爸爸的印象就是說，小時候也許煮飯都是媽媽在煮飯，那有時候你可能。回家的時候可能肚子餓，那可能爸爸呢，他可能就會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就煮一碗麵，然後來讓你去做食用。那我覺得這個蛋糕，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於說爸爸的一個回憶跟一個。算是一種敬意吧。製作這款雞卵糕相當高工，內面的餡有加鱉、巧克力豆加辣子，整體口感吃起來非常豐富。過去酒店也閣推出過工具箱仔、相機加酒矸等造型雞卵糕，大檔攏以創意設計引發討論。這是果凍花，我們用針筒把花型把它注入我們的果凍裡面。一針一筆純手工製作，還閣有甜點業者行健康路線，主打技術菜園花蕊甲菜園花，會當甲向爸爸平常時派講出嘴的感謝寫佇咧內面。一般蛋糕奶油含量比較高，我們的果凍花由海藻做成的果凍基底，用天然的食材萃取出顏色，然後接着把我們喜歡的圖畫進了我們的果凍裡面。兼具創意甲技術性，業者表示希望技術菜園不只是節慶地點，更是一份會當傳達情感的禮物。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開2200萬經費增建的台南市東區戲修藝術館正式宣布開館，由曾經將近100檔的棉花糖戲劇總團來營運，是全國唯一以地方文化館為主題的歌戲基地，串聯電影、教育、體驗三大發展主軸，讓更多少年世代親近傳統藝術，延續台灣戲曲文化。拍鼓功勞戲修藝術館正式開館。典禮現場顛倒萬歲賀友，鼓樂舞財神師傅。台南市政府投入將近1200萬辦理歷史建築內進補強以及整建工程，並為由發熱地台南曾經將近100檔的棉花糖戲劇總團來營運。歡迎明華園回娘家，回到自己的巢。戲巢不僅是明華園的巢，也是台南榮耀的巢，也是我們台灣文化的巢。你會當看到自97年歷史，歌藝歷史100幾年內面所有的資料所有的這個過程，攏會當佇個展覽館內面你看到。所以這個戲巢藝術館，除了講你會當來這學習歌藝，那最主要，阮希望教育。戲修藝術館正式營運了後，以電影、教育、體驗為三大發展主軸，串聯藝術創作、文化教育以及觀光發展，深化台南戲曲文化特色，並帶動周邊藝文能量。全國嘛，即賣是唯一的以咱歌戲、以咱的布袋戲傳統的戲劇來作為一個地方的文化館的一個主題，文化部會用咱文化館的經費，或者是講阮即賣嘛咧推送百大文化基地，這兩方面的經費來繼續推送咱這個藝術館的
的經驗。明華園指出，目前參觀人潮較少，除了陸續會推出展覽課程之外，9月份也將安排國際交流，同時門票會以親民的價格，讓更濟民眾進入場館欣賞歌戲。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台南市刑警大隊第6架偵破陽性相關，甲家己徛過廳仔骹假做檳榔塔來賣倒，甚至推出賣倒送賴達、送玻璃球等促銷手法。警方經過幾啊個月，順利抓到主嫌，並查到8名藥卡，現場找出安非他命，專案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台南市刑警大隊破門衝入去第6甲區賣倒的陽性嫌犯徛家，伊竟然是將徛家頂仔骹假做檳榔塔，用現錢現賣，甚至提出賣倒、送賴達、送玻璃球等促銷手法。警方行動除了順利逮捕主嫌，嘛同步查扣8名藥卡到案。經查楊賢仿檳榔攤經營模式，打着購毒及贈送打火機、玻璃球作為噱頭，在自家騎樓販毒，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警方這擺任務嘛是駕到駕駛，持續向上追蹤源頭的成果，現場查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100多公克，現金7萬多，以及駕到器具等相關證物，全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百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桂林文化中心第2畫廊展出繽紛色水的畫情造型藝術展，藝術家以油畫創作的方式，把日常的觀察透過抽象畫作的方式表現出來。桂林文化中心日前甲藝術家陳新錯做伙舉辦色彩鮮豔的特展，以畫情造型藝術展作為主題。將油畫以抽象方式來表現，將生活中的風景保存下來，提供參觀民眾有更多無同的想象。其實女性藝術家的角色本來就是會比較細膩一點，在內心的感受也會更細膩。那從他們的用色的色彩，我們可以感受到新竹老師是一個除了他是一個非常開朗，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女性的角色的角度來用她的作品來跟我們的民眾對話，這樣是一個蠻不一樣的經驗。那也歡迎市民朋友們能夠把握時間，在我們展期之間趕快來到桂林文化中心來欣賞新竹老師這一次的個展。畫展現場更結合手作活動，邀請民眾會當拍卡，就會當得到透明的饋性，留下快樂回憶。這個幾何造型是以個人的心情來創作，因為我覺得學生的作品把它簡化成我自己心中的思想，然後用我心中的藝術也要把它表現出來。這個展覽一直會展到8月16號為止，8月8號更有舉辦創作分享會，時間為下晡2點半到4點。歡喜愛欣賞藝術的朋友會當親自到桂林文化中心參觀這融合藝術甲生活展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創立一甲子的太極門氣功養成學會，以一新世界和平影響，佇台北舉辦一場文化饗宴甲特展。台南道館佇坐坐民代甲地方人士的饗宴，嘛同步連線播放，見證這場跨越文化甲國界盛會，替世界愛甲和平的影響發展記號樂灣。8月60 Beyond 60。台灣史上第一次全球和平領袖齊聚台灣的重要國際盛事，就在太極門創立60週年的典禮上，搭配神鼓震撼的開場表演，揭開週年慶系列活動序幕。現任民進黨秘書長徐國勇也代表總統賴清德執政善轉乾坤的紀念花瓶，代表善的循環永續發展。我們的太極生兩儀化4象。
4象成8卦，8卦就不斷的循環，代表着太極門將永續在台灣發展，而且到全世界各地為世界和平來努力。太極門自1966年創立以來，以愛與和平的理念走訪全球123個國家，透過文化交流、藝文展演，促進民間外交，成果豐碩。典禮上包括賴索托前首相頒贈全球良心與和平領導力獎。另外，諾貝爾和平獎傑瑞懷特也頒發人道與和平桂冠獎給掌門人洪道子博士，希望借此感動更多人投入。良心善行，點亮希望之光，照亮溫暖更多人心，為人類的和平與幸福努力，邁向下一個光輝60年。感謝太極門哈。那讓台灣走進世界，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參與很多的文化演出，跟公益的活動。那祝福太極門60週年生日快樂！為了展現武術最高境界，不是爭鬥，而是止戈為武的和平精神，現場融合武術、舞蹈、音樂等多元化的展演，令人目不暇給。加上承受歐亞領袖讚譽連連的金孔雀也首次現身台北，深刻的文化底蘊及滿載祝福的能量驚豔全場，一起向世界傳遞和平、團結與希望。記者綜合採訪報道。高雄花蓮路上有一間手工炊餃店，唔但計時是非，也閣對透早一路開店到暗時，成為袂少人一天3頓的上好選擇。掀開蒸籠，熱騰騰的手工蒸餃新鮮出爐，薄透的外皮包裹着飽滿餡料，每一口都能感受到真材實料的好滋味。每天營業超過12個鐘頭的小店，從清晨6點便開始飄出陣陣香氣，陪伴許多在地居民展開一天的生活，成為眾人一日3餐的最佳選擇。我差不多開差不多20幾年，差不多30年啊。我較早就是喺聯合醫院。聯合醫院的時候，就佇咧急診室做餐車啊。我就是講賣到2點鐘就好啊。甲刷迄種富民路跟麗文路慶聯遐。我就喺三角湯遐咧賣，所以我就遐賣遐辦公大樓的。我嘛是講，這個也無人要來甲我買啊。即擺人食就講，較是含人無共，來愈食，因來愈燒薄安尼。從過去四處奔波的小餐車，到如今在左營有了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每天新鮮製作的手工蒸餃，內餡鮮甜，口感扎實不油膩。再搭配一碗酸香開胃的酸辣湯，經典的台灣美食組合，只要100元就能一次滿足。親民實惠的價格，加上數十年不變的好味道，讓不少饕客一吃成主顧。我兜蒸餃就是用迄個迄種夾心咧做的，火腿嘛會使。所以伊兩項的口感攏無共，所以主要你肉若青，食起來吼，伊就是介好食介順啦。嘿，阮家己做的無毋對啊，所以咧做的時陣我想足久較要想講做起來好皮薄薄，咧包的形體嘛愛含人無共，所以這就是阮的特色啊。配阮兜的紅茶甲奶茶，伊袂澀，奶茶介香啊。即擺我來到煞來食的時陣無，我來講擱一個往一個燒湯。所以他做一個酸辣湯啊。從攤車起家的樸實滋味，一路陪伴在地居民走過30多年。招牌的手工蒸餃依舊飄着熟悉的香氣，在歲月流逝間守着最初的滋味，用最平實的價格與最真誠的手藝，持續溫暖着一代又一代的饕客。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新北市府觀光旅遊局推出補助活動。只要走訪新北指定的景點，並佇咧 APP 頂關登卡，就會當領上懸1000塊的優惠券，希望會當帶動旅遊熱潮。暑假期間該去哪裡旅遊？新北市觀旅局都幫你規劃好了。為了促進觀光，新北市政府將29個行政區內景點濃縮成為14條兼具深度與趣味的主題打卡路線，以及70個打卡點。邀請外縣市旅客深入探索。最經典的萬里區野柳女王頭、平溪天燈、
近期開通的壯觀淡江大橋，最受日韓旅客喜愛的九份老街，還有美食吃不完的樂華夜市，通通入列。新北要山有山，要海有海，要人情味有人情味，要吃的有吃的，要各族群的文化你都可以去探索，它就是台灣的縮影。除了推出特色遊程，新北市管旅局也加碼國旅補助。只要下載我的新北市 APP， 完成會員註冊並開通錢包，並完成旅遊打卡，就能獲得抽獎機會以及1000元新北幣住宿優惠券，憑券可直接折抵合作旅館的住宿費。這次我們推出了1200萬，總共有12000位的朋友可以抽到我們的住宿抵換券1000元。那所有的這個旅遊景點走過以後，我們還可以參加我們的摸彩，我們的獎品有高達500萬。所以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台灣非常的美，這塊土地其實大家耕耘得非常好。我們希望我們國人可以到新北市來玩，在我們的新北市留下足跡，不要趕路，好好的去感受，你一定會對這塊土地有感動。新北市管旅局解釋，活動總經費達1200萬，首波共8000張住宿券等着旅客領取。數位集章換獎勵的方式，希望能夠延長旅客停留時間，帶動旅宿產業與周邊商圈商機。旅行不再只是走馬看花，而是透過足跡深度了解新北市文化與特色。記者張瑞瑜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8月6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秀懷，咱再會。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快快不去耶。林先生，因為你的右手受到機器重壓，狀況比較危險，為了他沒有辦法完全復原。先生您好，我是職災勞工專業服務人員，因為我們有收到您的職災通報，所以來了解一下有什麼政府可以協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讓我們團隊一起繼續協助吧。那後續的職能復健服務應該會對他的復工很有幫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裝沒看見，我知道你擔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對的。你不必得要力氣大，只要你願意站出來，你的力量就無比巨大。我不要得腸病毒，環境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
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予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有真有保庇哦。流感、新冠攏有疫苗好做，哈。啊，你還講袂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這我攏知啦，但是該做嘛愛做。你起來做啦！你這麼怎麼對上司啊？對，趕緊別叫 boss。愛有名，才有福氣啦。原來是夢，阮昨晚雙攏講哦，伊今日有時陣叫我愛看你去行地毯。準備好。好，行。所了，要先一解解決，經去做哦。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哇，今天來的人還真多！我在現場拿吉他表演一下，來炒熱氣氛。這樣演奏別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沒問題，不用擔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權法第55條，非以盈利為目的，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3個要件，而且屬於非經常性、非例行性質特定活動，就可以在活動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哦。尊重著作權，讓我們的創作世界更加美好。濃煙是火場內的頭號殺手。我們用1:1打造居家的實驗屋，用2間房間來做對比的實驗，一間門是開着，一間關上門。如果已經看到濃煙，關好門，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選擇。發現火災時，當你看到濃煙了，請盡速將房門關上。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路口應停讓，指差確認，安全有保障。阿媽你好，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有真有保庇哦。剛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啊，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
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家保哦。特別家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哇，今天來的人還真多，我在現場拿吉他表演一下，來炒熱氣氛。這樣演奏別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沒有著作權的問題？沒問題，不用擔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權。